美国国会甲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初次提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还有中国的维权人士柯志英、丁家喜，还有维尼乌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来选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来表扬因对人权坚定承诺。这4个人拢获中国长期拘留。黎智英目前违反国安法案件。 当在审理当中上严重，可能要罚关几世人。美国国会甲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初次提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中国有名的维权人士柯志英、丁家喜、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参选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这4个人拢获中国当局迫害关押，希望借由这奖项表扬因对中国人权甲和平的坚定承诺。另外 ，CECC 也召开听证会，公布对中国人权的定期审查报告，邀请受迫害者家属出面说明。Jimmy Lai, Shuji Young, and Ilham Tohti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because it's another way that we seek to shine a light on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hat shows many current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hina. My heart aches terribly every time. CECC 批评中国政府是即阵世界上上严重的人权侵犯者之一。随上去年2月 ，CECC 也要宣布提名黎智英、黄之锋这香港的民主派人士来争取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也关心黎智英违反国安法案件，一个国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已经写批予中国当局，对黎智英案件内底一个证人黄兴球被口径表达关切。 He's testifying against Jimmy Lai, but under coercion and pressure and torture. And the special rapporteur has found that and has said, therefore, his testimony will not be valid. 就黎智英违反国安法案件，审问进入第22天，初二传唤黎智英下属前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虹，加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派敏出庭。根据香港媒体报道，张剑虹同意开设苹果日报英文版，受到引起国际注意，对中国甲香港政府做出敌对行为。陈派敏讲，黎智英支持民主人权价值，审问有期进行80天。记者综合报道。